奕欢啊，连你的叔父都记得今天是你生日，还给你带了这么多美食。人家那骗子皇上呢？现在一定是软玉温香的环抱着，早把你抛到九霄云外去了，谁还记得你啊？就你傻乎乎的。骗子皇上，骗子皇上，他就是个骗子皇上，他就是个大骗子，大骗子，大骗子，你就是个骗子，骗子皇上。哟，在这认偷嘴呢？皇上吉祥。行了，这里又没有外人，别装了。皇上，你怎么跟鬼似的，不出声直接进来了？你吓死我了！朕今天啊，陪着太皇太后和众后妃，心里一直惦记着你呢，这不是给你送好东西来了。皇上用不着破费，这些好东西啊，应该送给您的皇后娘娘、贤妃娘娘、贵妃娘娘，送给您的后宫72宫娘娘啊，送给我干什么？朕不过是有一位皇后、4妃、9嫔，接下来就是贵人、常在、答应等数十位，哪有72宫娘娘？再说了，这许多主位还都空缺着呢，你是不是看上哪个位分了？你告诉朕，朕明天就封你。奴婢怎么配啊？皇后说的是李奕欢吧？她呀，就是一个小小的笔墨侍书，这侍候朕啊，比寻常宫女伶俐些罢了。这么正式隆重的场合，她有什么资格列席呢？哎呀，不得了了，这屋子里边有东西打翻喽！什么东西打翻了？醋坛子呀，你没闻到吗？酸死了！皇上说笑了，奴婢怎么敢吃醋呢？其实吧，你今天暗中跟着朕，还偷吃朕的醋，朕的心里啊，美着呢。这么看来，你是不生朕的气了。老大，别生小弟的气了。你还记得朕当初化名龙三与你在摘星楼结拜，我们俩同月同日生，今天是朕的生辰，当然也是你的生辰。这个生辰要跟你一起过才有趣啊！你看，朕记得你曾经说过，你在家乡的时候，每次过生辰，你爹爹和哥哥都给你做这个荷花灯，让你放了祈福，对吧？原来我说的每一句话，皇上你都记得呀？傻丫头，你说的话朕怎么会忘了？哎呀，还愣着干嘛？咱们放花灯去吧。这么晚了，去哪儿放啊？走吧。哎，去哪儿啊？走。